報警，我報警。你哋一個個。近日網上面流傳有班單車少年喺荃灣海濱公園惡意向途人掟嘢，仲要唔止一次添啊！簡直就係膽大包天，目無法紀。啲年青人就好離譜，乜嘢都夠膽做，越嚟越過分咯，掉嘢啊，掉啲水彈啊，都會驚㗎，掟石仔啊嘛，我哋都幾十歲掟中都好傷㗎嘛。呢班少年的確十分猖狂，經常滋擾街坊。有一名男途人喺海濱散步，突然之間身後俾物件掟中，佢未嚟得切反應，就多架子彈仔喺佢身邊駛過啦。街坊楊小姐表示，呢班單車少年除咗掟嘢之外，仲曾經撞傷過佢對仔女。第一次係5月尾啦，咁阿女同嫲嫲咧經過嘅時候咧，就俾一架單車撞到。跟住個女係成個撞飛啦，瞓咗喺度，跟住把遮都爛埋，報警啦。報警之後就入埋醫院。喺6月尾嘅時候，我哋喺地鐵站翻嚟，跟住就有一班單車嘅男仔，全部都係男仔嚟嘅，跟住10個到啦，就衝咗入去商場，跟住就撞到我個仔。當時佢就瞓緊覺，坐緊 BB 車，跟住但係咧就會佢撞到我哋就冇出聲，佢哋就反而鬧翻我哋轉頭，跟住我哋就當然好嬲啦！你撞到我咩事啊？咁就追過去之後，原來發現咧出邊喺海濱碼頭嘅時候咧，已經有好多人報咗警嘅，佢哋係周圍撞人，咁警察就一路喺度徘徊喺麗城至海濱花園嗰度一路徘徊，咁最後就捉到6個。楊小姐表示，就算捉到佢哋，都冇佢哋符。警察就報翻俾我哋，就話都冇用，因為已經係佢哋未夠13歲啦，跟住就拉咗翻差館，就落口供，之後就翻屋企啦。之後就佢哋就一路惡化落去。一開頭咧都係淨係喺單車徑嗰度揸得好快，因為佢哋用電車嘅，跟住越嚟越過分就去咗行人路啦，跟住就開始撞人啦，開始鬧人啦。跟住最近仲睇埋片段，就見到佢哋掉人同埋攻擊老人家咯。呢班究竟係咩人？點解佢哋要咁做？我哋接觸到一位認識佢哋嘅朋友。我係附近踩單車，其實有少少傾過偈咁樣。不過我知道佢哋係邊個，我諗佢哋應該係貪玩。不過我見佢都唔止一次啦。通常都係一班長者，公公婆婆比較多。我覺得佢哋好過分啦，始終咁。你黑啲弱小嘅社群咁樣有必要咩？又唔俾你踩個單車啫，冇必要去攻擊其他人。陳先生仲提供咗其中一位單車少年嘅社交平台賬號俾我哋，入邊有好多欺凌長者嘅片段。你夠膽嚟嘅？邊個啊？你啊？你夠膽走？我！喂！不過呢位少年好快就鏟除晒相關嘅內容，可能佢都知道佢今鋪真係玩大了。而警方經過調查後，拘捕咗4名男童，涉嫌普通襲擊及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，案件由荃灣警區跟進。